伫咧匈牙利这个国家呢，有一个匈牙利台湾协会，这会员内面有台湾人，也有匈牙利人，因是真拍拼伫咧推广台湾文化，拼台湾的知名度。还因为这作风车剧团去到遐演出，因要甲邀请，希望讲会当向匈牙利人来推广着咱的台湾文化。 记者即摆伫咧波特贝斯伊丽莎白广场边仔的一个 club， 这个 club 边向是会有侪少年人一直行搭。伫咧匈牙利台湾协会的媒合之下，中央剧团甲台湾文化总会就直接表演，向匈牙利少年人展现台湾的文化。 It's so fun because I have never tried and it's so cute. You know the little faces, the puppets. Yeah, I really love it. To start it, it's funny and it's easy to get on the hand. Yeah. 中央剧团甲文化总会伫现场的布袋戏教学、戏剧演出甲画面，都是由匈牙利台湾协会所安排的。透过社群消息的报送，现场也来了侪点伫匈牙利生活的台湾人。其实我以前比较没有在关注这个，可是在这个地方看到就觉得还蛮特别的，还蛮感人的。他刚才播那个是什么庙会吗？都快哭了。比如说，我们可能很多传统的文化或是节日不会特地去过，因为可能比较麻烦一点。那但是像借由这样的活动，可以带给我们的回忆。匈牙利台湾协会成立第2021年，成员有点伫匈牙利生活的台湾人，也有捌到台湾生活过的匈牙利人，拢是共同咧为推广台湾文化咧拍拼。之前我们有一个在台湾的兰花也是非常有名的，世界有名的，所以在兰花协会匈牙利兰花协会展的时候，我们有在那边设立一个摊位，教大家如何写中文啦，或者是拿筷子啦，这些简单的很容易让大家学会的台湾文化。另外，总统蔡英文18也伫 Twitter 发文宣传即摆中央剧团甲文化总会伫匈牙利的演出。文琪讲，真侪匈牙利民众对台湾是真兴奋，希望透过这款的文化外交，互大家更加认捌台湾。记者郭曾俊由布达佩斯报道。